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嘅經營權，再現變數。巴拿馬話完成對長和續簽合約嘅審查，話存在多項違規，將起訴批准相關官員。彭博報導，巴拿馬當局完成對長和續簽運河港口合約嘅審查，發現當中出現多項違規行為，包括冇遵守合約續約程序，令特許經營權嘅合法性受到質疑。審計長弗洛雷斯表示，長和使用一啲免稅分包商降低向政府支付嘅費用，仲違反同巴拿馬分享10%淨收入嘅協議，而且2003年嘅一項稅收決議幫助長和向巴拿馬繳納少折合大概66億3千萬港元。目前長和拖欠巴拿馬政府大概23億4千萬港元。弗洛雷斯亦都話，計劃星期二向巴拿馬總檢察長辦公室提出刑事訴訟，起訴批准續簽嘅官員同埋巴拿馬港口公司嘅高層，並且會將審計結果提交海事部門處理。嗰個機構將會決定係唔係撤銷合約。審查結果公佈後嘅幾個鐘，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抵達巴拿馬，當地安全部長亞夫雷戈等到場迎接，預計星期二晚同巴拿馬總統穆利諾會面，或者會談及減少中國對運河影響力嘅問題。巴拿馬當局否認發表審查結果嘅時間同克格塞斯到訪有關。長和旗下嘅巴拿馬港口公司喺1997年投得巴拿馬運河首尾兩端巴爾博亞港同埋克里斯托瓦爾港嘅經營權，合約喺2021年再延長25年，去到2047年。長和上個月宣布計劃向美國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牽頭嘅財團出售和記港口集團嘅非中國資產，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個港口嘅營運權，引發中方關注，多次轉載評論文章，批評交易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依法展開審查。專家分析話，如果巴拿馬政府確定合約存在不合規嘅情況，法院宣布合約唔符合憲法，或者會影響長和將巴拿馬運河等嘅港口出售俾美國財團嘅計劃。無線電視記者方翠薇報道。